台南市日前推出复原者联盟住房优惠方案，鼓励确诊康复的民众多多来到台南旅游，希望能够促进消费。尤其近来有越来越多民众支持与病毒共存的声音。位于台南市东区生产路的醉天地海鲜烧烤餐厅，特别推出餐厅版复原者联盟，只要是确诊康复来到醉天地用餐，不管是餐点还是饮料，全部都是以9折来计算。我们配合政府的措施，那迈向与病毒共存，本店共体大家共同运作，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经济的运作。那只要同桌有确诊康复后的客人，餐点以酒水一律9折优惠，直到6月底。只要大家做好疫苗的注意，还有本身自我卫生的防护，还有防疫的措施，其实病毒并不可怕。希望大家能够共体时间来恢复一切的正常运作。因为疫情，有许多民众不敢出门吃饭，但也有不少民众是以平常心看待。他们表示，只要是做好防疫措施，还是愿意出门品尝这整桌的好菜。吃饭呢，这都是民生需要的啦，所以我们不会说因为这波的疫情而去把我们的生活都改变了。对，所以因为我们都是上班族，然后3餐都在外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还是选择说我们还是会来餐厅吃饭这样子。因为大家也是要吃饭的，要吃也是要吃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没什么影响。没什么影响。做好防护措施。对啊，防护措施做好的，口罩戴好就好了。响应政府与病毒共存政策，业者戒慎但不恐惧，推出康复者联盟优惠方案。只要是用餐的客人当中有一位是确诊康复者，就能享有9折优惠。活动只到6月底为止。记者张秀维台南报道。